我养的臭水炸了，没事儿。要跑了！臭水到底是什么？这就是当今孩圈特别流行的捉虫。孩子们会把手边能装的东西都装进饮料瓶里，等待它们发酵变臭。这可是我的养成系臭水。这也能叫养成系？当然，养臭水可不是随便加点恶心的东西进去就行。我们不仅要观察发酵的过程，还要随时调整配方，才能养出更臭的臭水。我的臭水里加了烂树叶。切，我放了发酵6个月的烂泥。你们这算啥？我的臭水里不仅有蟑螂口水生鸡蛋、老鼠狗屎指甲盖，还有一勺82年的牛奶，好臭的！哇，这是最臭的，小弟魔法宝贝里。但是臭水发酵产生的氨气、硫化氢等气体可能会使人中毒，甚至会发生爆炸，非常危险。爱好可以冷门，但不能邪门啊！